后继续来去台南，看到台南这间文创业者撒飞天出流浪的设备，甲上百年的仁德汤铺搁再改过，后面将那亲像是江基准、艋舺、毛鹿基奇这飞天扫帚，为6站楼悬的所在取落来，沿路会当经过真有历史的这个汤蜜馆，享受你在半空中的感觉。1、2、3，走喽！甲安全钮甲绑个好势，顺势从甲取落去，双脚换一支飞天扫帚甲乌鸟，就敢若亲像江基准、艋舺内底小魔女琪琪同款，要来体验极限的乐痛。也若较刺激的，就是爱对20公尺悬，也就是6楼半的悬度，安尼甲取落去，沿途会经过旧汤厂的设备，其实这是文创业者改造上百年的仁德汤厂，杀出这个飞天扫帚刺激的骨色。大家人取落来时间会因为体重的无同，量机约也是差不多10秒左右。有的人是安尼惊甲唔敢取落来，不过有的人说讲真正是过瘾。很好玩，超级好玩，完全不会恐怖。很多人都会觉得说这设施好像很太刺激了，不敢尝试。可是我觉得这设施是适合，不管你是勇于挑战的人，还是你是有点胆小的人，都非常的适合。100年的汤厂来改造，民众体验刺激的骨色，来做飞天金龟鹅，来争做园区的新出头。记者综合报道。